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缅甸今仔日伫台湾时间下晡2点20分发生规模7.7的大地震，目前伫缅甸的台湾人有1个人失去联络。电价审批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关税变化、电政治风险、国际经济项目的波动，决议4月电钱无要起价。有民众去到屏东万丹一间私立幼儿园面试，这园长说嫌伊大哭，刘清楚表示讲，若总发到这就业机师，上重会当罚到150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新闻，我是嘉豪。讲就是中国呢是一直咧笑想咱台湾的高科技人才，检调即马发现讲，这全世界第3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清俊通瑞微电子等有11间的中国企业，涉嫌假造是台资外资等方式，伫咧台湾呢非法设据点，透过找工课平台，甲台湾的高科技人才污走。其中呢，由这新的检方去查的爱科微电子，也有金泰克半导体呢，就甲台湾的人才救走50人啊！调查官大规模出动派上百探员，搜查全台湾30外位。伫这场查缉行动，目标锁定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11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的案件，重要的踪迹包括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互人点名有全球第3大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入围中国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企业的清俊通瑞微电子，也有已经成功诱造英特尔、微软等企业人才的上海混合智网，也甲爱科微电子、中英电子、上海东升智能、奥海科技等11间中国企业，利用我国求职平台刊登高薪征才广告，非法招揽具半导体 IC 设计、储存晶片等科技研发背景人才，协助中国企业从事半导体高科技研发，迄今已挖角超过50名研发人才。今仔新竹检方调查的其中2间爱科微电子加金泰克半导体抢走的高科技人才，都超过50人。调查局分析，中国企业假造是台资交外资来台湾设据点，也是无经过许可伫台湾设设研发中心，涉嫌由救济平台招工程师诈资源来投靠，有互劳工劳健保，毋过是伫国内的人力顾问管理公司投保，互人查无。只要是高阶的人才的位置的话，其实全球都缺，所以说他们一定会开高价来投入这个方面的人才，所以晶圆代工才是最主要的部分。重力属性啊，或去这是养的过程，然后套出相关的专业的这个技术或者是 know how， 那套出来之后就把你丢至一旁。中国企业开出来薪水超过行情真济，学者提醒，小心这都是陷阱，都惊互人当作免洗地用纸就弹。啊，毋过对方用真悬的薪水污咱的人才，威胁咱国半导体产业，安怎留高科技人才，保存关键技术，相关议题必须爱重视，才会当互台湾继续维持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中国渔船涉咱海军的中号舰伫咧台中港外海烧鸭，敢是要监控咱海军操演的？国防部长郭立强就表示，嗰一只渔船啊，准备试探监视，应该是无啥可能。另外，国防部也公布，昨呢有这中国搁再派出着这30只的军机、8只军舰伫咧台海附近进行联合战备竞训。透早金门炮声就真大声，金防部烈士守备大队200实施太武操演，出动战架车向海面实弹射击，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吸引不少民众甲军事迷来翕相。因为中共持续对台威胁，国防部公布27规工，查到30台强机、8只强舰，也有1只中共公务船，伫台海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其中也有1台无人机宽台一链，挑战的意思真重。
前一天，咱海军两车登陆舰中河南也搁伫台中港外海，甲中国的渔船刷相约。中方渔船扣人质疑是假掠鱼的名义，监控咱方海强操演。咱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可能性无悬。中国可能的一些监视作为，我们都有这个预应的方案哦。单单的一艘渔船说要来达成我们相关的一些监视，然后能够了解我们的相关操演的这些状况，然后能够掌握我们的这个活动，我想这应该不太可能了。国台办说我们这是恶劣行径，他们谴责。我想国台办一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无对国台办的动作，顾立雄讲，相关操演活动也是会进行。小 A 的调查责任已经请海巡搜证调查。最近中国国台办设置台独打手举报的专栏，甲内政部长刘世峰等11个人列做头一波名单。对这样代志，刘世峰强硬回应。国台办的朋友啊，对我们的官员很没有礼貌哈。因为我的正式的头衔叫中华民国内政部长，那同时呢，我也看到了包括行政、立法、司法3个部门里面的人都有列进去，那表示说他间接承认台湾有行政、立法、司法，那这不是一个国家主权应该有的象征吗？若是4楼的绿皮梦清爷爷扣人废止居留许可，转去中国了后，外界也关心伊敢有法度以团圆探亲这个名义申请来台呢？刘世峰搁再声明，无要针对个案来评估，若是有申请，就依法处理。若是对另外2个必须爱伫30日进前离境的绿皮梦清、小美甲温琪，同款爱按照移民署的规定执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北一女的老师吴桂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义做是境外敌对势力。即马伊去互检举讲，伊是一个无责任的老师。立委会主委曲水正也在今仔日批评吴桂芝，讲伊是配合这中国伫遐武统战。教部长陈英尧也表示，教育人员应该爱保持中立。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强调言论自由。北一女老师吴桂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义做境外敌对势力，互民众检举无责任，互校方甲约谈。立委会副主委廖文杰点名台北市教育局甲校方应该爱评断伊敢是适合教册。立委会主委曲水正3月28批评吴桂芝是乌白讲，配合中国对台统战。党媒都很期待你讲的这个话跟采访的内容是他们想要的立场、论调以及声音，向来如此哈。受到中共政权的各种极限施压、步步进逼，这不是事实吗？曲水正强调，教育部、陆委会等等的单位拢接到真侪检举，讲吴桂芝无责任。也若吴桂芝敢有违反教育中立，是尊重教育机关的查处。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已经要求台北市教育局来调查。希望我们所有的教育人员能够谨守教育中立、行政中立，真正培养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立委会批评吴桂芝的言论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会保卫言论自由，中央甲地方无共调。欧老师并没有违反教育中立，那我们的立场就是尊重老师教学的专业自主权，同时也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说真的，以前国民党执政的白色恐怖是我们不乐见的一段历史，那难道我们今天就要看着绿色恐怖上演吗？吴桂芝3月28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批评国家机器一直在烧逼，凭什么提走伊的工作权？陈英尧表示，吴桂芝若总有违反规定，有相关的法令依法停届，地方教育局应该依法行政，会先尊重台北市教育局的调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到金华城顶案件防羁押，法院在今仔日裁定郭文德、申庆经等共案4名被告4月7日开始延押禁见2个月。民众党表示遗憾，也讲会提出控告。因也强调郭文德的健康是愈来愈歹。不过台北看守所是表示讲，下晡有找专科医师向郭文德确诊进行健康评估，无出现外界所讲的病症。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维经集团主席沈庆经、台北市议员杨晓薇，加前郭文铁办公室主任李文忠这4名被告。
规划期会伫4月初期满。北医立法裁定4个人对4月初日开始延长规划禁见2个月。下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召开记者会，表达遗憾，并且讲完全无都接受。难道人真的要被你们关出现了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你们要等到人倒下的时候，才要维护他最基本的医疗人权、他的生命安全、他的基本的健康吗？法院指出，郭文铁这个人拢可能有起诉书所写事实，而且考虑被告这个人所涉罪名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伊原有盗走串证的问题，所以讲原规案原因伊原存在。对于这个裁定，辩护人将依法及时提出抗告，律师团也向台北看守所正式提出了戒护就医。截至今28日下午，本所持续安排专科医师诊查科员恢复情形，并透过密集向本人重复确认，进行健康评估，现仍却未出现外传之病症。而且郭文铁的家后，陈佩琪则开记者会，讲郭文铁有血流，也有吐血症状，怀疑有腰子相关的疾病，烦恼到一直流目屎。律师团也赶紧申请举报停压。陈佩琪礼拜伫面试发文讲，感谢大家支持，会陪伴郭文铁到伊性命最后一刻。不过也恳求大家，若家己先走，千万莫通知郭文铁。新新闻状况也引发大家关心。我们跟佩琪医师有试图要保持联系，台湾民众党全党上下，我们都会陪伴佩琪医师，会陪伴主席，会陪伴主席的家人。不过，强讲民众党30月9郭文铁的故乡新竹举办宣讲，希望所有支持者拢出来支持郭文铁，并且对赖政府发出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成功参与起爆案，这台中市消防局火灾原因调查鉴定书今仔日出来了。公布第12楼有找到关键证物，判断这事故原因是加速爆炸。不过拢无讲清楚为什么会爆炸，啥人爱负责任。台中地检署在今仔日下晡呢，也收到这鉴定书，会来分析内容，厘清案情。外壁挂14面防护网，地面的帽全是持续警戒。台中新光三越起爆案代志发生了的第44天，火灾的调查结果总算出来。台中市消防局的火调人员在12楼找到分析电线加速管，一般切挂器等关键证物，判定发生原因是加速起爆。日备个调查报告送去台中地检署。相关的关键证物，其中包括有烟蒂、电线、瓦斯管圆盘切割器等。那已完成鉴定书。那判定发生原因是瓦斯气爆，将送地检署由检方进一步调查。新光三外的起爆造成5死38伤，原因是加速起爆，但是加速啥会起爆？台中市府无爱讲好清楚。民代批评讲，市府伫个意外迄天就初判是加速起爆，但是经过成立专案小组1个半月的调查，今日甲今拢无说明引起加速起爆的真正原因和责任的归属，无法度解决社会各界的疑虑。事实上，消防局并没有回答社会各界任何的质疑跟问题，只有发现到是瓦斯气爆，但是却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社会各界无法信服，所以台中市政府有责任要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新光3月27向市府提报整体整定修复到下当使用的计划，希望下当量早修复而且复业。不过都发局认为讲相关资料不完整，已经请业者较紧来保证。后续的部分它像外墙结构、升降机、消防、瓦斯、水电管线跟室内装修这些有涉及到整建跟修建的部分的话，虽然有相关专业技师的签证，但是相关的资料我们认为还不是很完整。那这个部分有请新光3赶快来做相关的补件。业者表示讲，全力配合检警小调查，希望较紧来厘清真相。台中地检署强调讲，目前已经获审42个证人，暂时是无当转入被告。随着火灾原因调查鉴定书了后，会分析内容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饭会当乱食，话袂当乱讲哦。伫咧屏东呢，有民众去到万丹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面试要做老师，不过面试的时阵，这园长甲伊口说，讲伊的身材伤过大块等等言论。这个民众是气甲甲这规个过程写伫咧网络顶头。路政署表示讲，雇主若准是技师求职者或者是员工的面容、身材等等，拢有可能去犯到这就业歧视，会当罚30万到150万。
发文写讲，伊面试的过程，互幼稚园的园长讲伊大哭，活动力无够等等。这个找头路的，伫社群平台指控讲，屏东万东有一间私立幼稚园，毋拿技术对求职者身材歧视，个人身攻击。做到一个园长不应该讲话这么直接，应该可以委婉一点。工作能力跟外表啊、体重啊没有关系。任何行业，尤其是教育界的领导者，更应该以身作则。民众普遍无认同园长的行为，有人烦恼讲教育工作者歧视的态度，恐怕会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不应该用身材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尤其他又身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找头路的时阵去面谈是常态，真侪求职者拢会拄到一大堆问题和质疑。但是事实上，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袂当对求职者是员工的种族、性意向、年岁、婚姻、外形、五官、身心障碍等等来歧视，无依法会当罚30万到150万。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发现雇主有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条第1项之规定，那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劳动及青年发展处来进行申诉。面对技术就业歧视的争议，宏基协的幼稚园是否认，而且无愿意出面来回应。劳清处甲相关申诉资讯提供予求职者，表示讲若查证发现业者违法的事实明确，会依法来做裁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的东区某一间顾婴儿中心，进前捌发生一照顾的过失，害一个4个月大婴儿趴咧困煞来猝死。经过抢救之时，宣告救袂倒来。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今仔日就批评市政府，敢若罚24万尔。不过伫咧记者会进前的半点钟，社会处就宣布，这顾婴儿中心下令停业，而且公布中心的名称，也有这负责人的名声。4个月大的查某婴儿伫托婴中心的地板趴个困将近40分，因为安尼无气，经过13天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倒来。家长无法度接受查某囡仔都安尼无气啊。托婴中心都会说我们有在看小孩子，但我们看了监视器的画面的时候，其实小孩子是背对着老师们，然后小孩子是面对着墙壁。时代力量新竹市原蔡慧电讲，这个案新竹市的家长大家拢真注意，不过市政府敢若罚24万，佮叫因限期改善，这个家长拢一直议论。因过类似的事件，拢会叫业者停业至少半年，公布名称，佮处罚失职的人员。竟然只有罚24万，没有停业，没有公布姓名。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市府侵放业者。蔡慧玲甲时代力量议员林彦富开记者会，要求新竹市政府袂当轻放业者。不过开始前半点钟，新竹市政府就宣布会搁依法下令停业，公布中心的名称甲负责人的名。基于公益考量，依法勒令停业，并公布托婴中心名称以及负责人姓名，以维护幼儿安全与权益。此外，后续社会处将全力协助近70名幼儿进行转托。托育政策催生联名指出，以前原来有合法合规定的托婴中心发生过类似的案例，会出问题，不是法令无严，是照顾的习惯。师生比也合法，他只要疏忽。没有高频率的定期查看小朋友的状况，然后又让小朋友趴睡，那的确就是有机会发生这样子的遗憾啦。对于托婴中心伫发生代志了后表示，查某婴仔发生代志前几天有伫食药啊，心脏有伫追踪，无接到爱特别照顾，爱注意特殊用药。家长表示，查某囡仔3月初检查心脏无问题，这个业者无伫讲重点。目前这个案已经进入检调，希望原因爱听候解剖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这5福路圆环改造了后，目前圆环两边拢总有79个停车格啊。不过，换百货公司迄边的停车费就较贵啊。就民众反映讲，这标示也无写清楚，害因爱加纳钱。交通局是回应讲，配合智慧停车格的时间有定位标示，也会搁再观察讲，敢有需要踩一个告示牌。汽车、奥多摆来来去去，就算是平常日，5福路圆环这个路口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目前圆环拢总有79架停车格，不过所干的外百货公司迄边的13架是高费率的，头1点钟50，第2甲第3点钟拢是100块。同一条路收费煞无同，因为边仔拢无采告示牌提醒，有人因为安尼去互加收钱，认为这部分确实爱改进。觉得他在告示上应该要再做清楚一点，比如说嘞，可能可以写一个立牌这样子。对，比较清楚一点的。甲开车相像嘛，你路面交通规则你要遵守啊，对吧？你标志无不清不楚，无可能嘛，即摆标志做清楚的。不过
伊即摆减一块牌啊，讲讲伊涂骹有写。对啊，嘛是彩牌啊。应该嘛是准算啊。圆环附近的停车需求原本就真大，尤其是百货公司这边，停车率大约是9成。会规划高收费的停车价，主要是要提升周转率，避免互人长期占用。你最近配合地轨停车价维设，涂骹的黄线甲收费的时段，拢已经有定位过啊。有关民众反映这个告示不清的部分，其实我们在道路上面的这些停车格位都已经有增设这个黄色跟相关的警示，那我们会再来持续观察，是不是有增加告示牌的必要性。实际到现场看，中心划好的高收费停车价确实价较隐白，来遮停车的民众大部分拢知影收费较悬，不过无要停久就较无差。可能对外口人来讲，除了家己本身爱注意看以外，若是有告示牌，才会当第一时间就可以知影收费的差别。记者柯家自罗维做高雄场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缅甸今仔日呢，伫台湾时间下晡2点20分发生规模7.7的大地震，12分钟后，搁再有一个6.4的地震。泰国首都曼谷也拢感受到这地震威力。曼谷市区呢有一栋当咧起的大楼，一下就倒落来，啊那缅甸也佛塔倒去，剩地基尔尔。泰国总理贝东塔虽宣布曼谷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也提醒民众可能会有地震危。大楼一日倒落来，沙石洋洋飞，附近的民众惊到赶紧走。画面中的是泰国曼谷赤道车区，正伫时间点位国家审计大楼，也若建筑倒落来原因是今日下晡当地时间1点半左右，中南半岛连续发生2摆强烈地震，分别是规模7.7甲6.4。这摆地震中央发生伫缅甸中部，离曼德勒大约17公里，离泰国曼谷大约700公里，也毋过深度只有10公里，小有真浅层地震。所以讲伫缅甸仰光、曼德勒甚至泰国曼谷拢传出灾情，就连中国云南拢感觉到。4个拢是大楼的曼谷市中心，真侪建筑物又甲真严重。一栋大楼楼板顶的游泳池，敢若瀑布上款水一直下落来。发生地震了后，真侪民众毋敢留伫室内，赶紧走到街路上来避难。真侪汽车也停伫路的，惊地震尾过来。Well, this was an absolutely huge shock here. I was sitting at home and then I heard what sounded like ticking, and I thought maybe it was the washing machine, but I got up to have a look and the washing machine wasn't on, and it was then that I realized that I was swaying and I was becoming dizzy. And then I heard people shouting, and it became clear what it was. 另外，伫缅甸首都奈比多，这间佛寺受到严重毁损，佛塔拢倒落来，敢若剩底座，真侪路面逼甲真大坑，汽车经过时阵也只好慢慢啊开。中部城市曼德勒是有真侪建筑物倒去，有名地标阿瓦桥已经当做滚啊弹。泰国总理贝东丹伫社群媒体发文讲，已经取消所有行程来召开紧急会议。全泰国加缅甸双方有原伫统计死伤的人数。国际新闻由派顺编译。缅甸中部大地震传出灾情，不过驻缅甸代表处表示，大部分的台湾人拢伫咧仰光，目前有一个台湾人伫咧曼德勒，当地建筑物倒去失去联络。也那其他的台湾人目前是无重大安全问题。也那伫咧泰国的台商，因也表示讲，因为这泰国呢较罕的有地震，所以这地震一个来，大家是惊甲冲出去。目前当地有联络到的台湾人是拢真平安。也那去到遐的旅行团、旅行社，目前是拢无受到影响，咱也会继续甲因关注。泰国这栋建筑不断的倒去，真侪经过民众拢惊甲较紧伫原地看。日本缅甸的中部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包括附近的泰国曼谷，拢会当感受到海甲真厉害。雄雄发生地震，互曼谷的市区户外拢人，而且大家人看起来拢着吃惊。一堆人往户外浪港嘛，互市区的交通规拍夹。伫泰国的台商看起来阁真惊吓，因讲因为泰国真少有地震，迄当阵是海甲要徛袂知，阁听到壁有壁开的声，只会当较紧走去外口。但好佳在伫当地台湾人有群组，大家互相报平安，目前无熟悉台湾人有啥物伤亡的状况。突然间觉得一个天摇地晃，就是站不住了。就是那个震度已经有比921还大的感觉，当下我整个吓死了，因为我边逃生的时候，边看到那个墙壁一直在裂，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老的楼会不会就是倒塌这样子？但目前是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伤亡。开始晃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只是自己头晕，后来有点越晃越大的时候，全餐厅的人都傻住了。在泰国就是很多人这辈子是没有遇过地震，所以其实泰国人都蛮惊慌的。
水电目前其实都蛮 OK 的。交通的话，就是刚震完的时候，其实交通有稍微打结。另外发生地动的缅甸，当地台湾人大多数拢伫大城市用功。驻缅代表处讲，目前用功的水电情形拢正常，经过联络，目前同款无伫用功的台湾人有出现重大安全状况。据我国驻缅甸代表处回报，目前有1国人因所在曼德勒当地建筑物倒塌而失联。至于其他如住处同仁眷属、当地台侨、台商、留学生及旅客等暂时平安。观光署目前并未接获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地震影响，另洽大型旅行社亦回复未有旅行团受影响。观光署嘛强调讲，会持续关注当地的状况。消防署嘛通报国际人道救援临时的屏东县含汤市的特种搜救队做搜救任务的准备，目前已经完成120个搜救人员，6架搜救犬含装备器材15栋台名，随时支援，展现台湾救灾的能实力。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讨论要援助乌克兰所组成的志愿者联盟，虽然无完全达成一致的共识，不过参与的领袖是拢支持讲，伫咧停战进程内未解除对罗西亚的制裁。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访问的时阵，亦说向讲出罗西亚总统普京特别过往啊，到时战争就会结束。北国总统官邸艾利社宫20个欧洲内的领袖，伫做伙翕相进前，甲泽伦斯基亲切问好。这场要讨论乌克兰援助的志愿者联盟，比2月峰会的人数更较侪。看会出来，伫美国川普出手，分别协调落乌了后，欧洲力量快速团结。针对研发2国进前提出，要带各国伫乌克兰各地部署威慑部队。马克宏趁这机会是讲，这不是一支威吓部队，未来只要伫当地去俄罗斯攻击，这个部队会做回应。Ces forces de réassurance, c'est l'objet de la proposition franco-britannique d'il y a plusieurs semaines, n'ont pas vocation à être des forces de maintien de la paix. 虽然针对维和部队，欧洲各国无共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伊就讲，无派部队去乌克兰的暗算，敢希望川普会当加入后一届欧洲的会商。不过马克宏表示，维和部队无需要各国的共识，研发2国会坚持原先的立场继续推送。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伫甲美国的乌海停火谈判当中，开出解除罗西亚制裁条件，欧洲领袖认为无可能。Complete clarity that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lifting of sanctions. Quite the contrary, what we discussed is how we can increase sanctions. Entnehmen, dass Russland aktuell nicht an einem wirklichen Frieden interessiert ist. 到伫这个时阵，普廷嘛罕见提出，希望甲北韩等国家合作，共同结束俄乌战争。只不过，伊的想法是要伫乌克兰的土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д эгидой ООН,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даже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и друзьями, обсуд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веде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到底普廷甲美国谈停战的同时，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并无停歇，甚至阁持续攻打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泽伦斯基这个时阵竟然讲，伊伫参加巴黎峰会了后，伫接受一间欧洲新闻台专访的时阵表示，普廷已經活不活久了。Він помре скоро, це факт, 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72回普廷近年来常常互人传出治疗癌症、帕金森氏症还是中风，不过莫斯科方面是一直否认。泽伦斯基指这个讲法，搁再引起各界议论。不过伊并无提出任何证据，这也使得对普廷健康的疑虑变作大家谈论的话题。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为了要反制南北两党硬推动这反废死、反戒严的公投，民进党立委呢是透明守伫咧议场阻挡这技术路的确认。总调外界面是搁在呛声，讲要找这韩国瑜、鲍坤基、黄国昌来顶高机。那鲍坤基是批评民进党团用粗鲁的手段伫咧对付在野党，黄国昌也质疑执政党立委家己伫咧阻碍行政院长杜英台总结束。我找韩国瑜2个在议场里面垫高机，韩国瑜你不敢，和傅文琪也可以，还有那个最喜欢找人垫高机的黄国昌也可以。
面对政治局保军机表态无排除全部行郭建民问啊呛声，佮强调已经提案将所有纳被立委移送纪律委员会，为抗击立法院自我禁护日后，国民党团体反废死、反戒严公道。民进党团已经伫议场大办封条，目标无被互议速度较紧，佮画下韩国瑜赶紧召集朝野协商解决争议。他要找我单挑，我敬老尊贤呐。他说七老八十，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嘛？好，请他不要用这样的粗暴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在野党。从昨天晚上开始，要继续的封锁国会，要继续的背个执政党行政院院长来接受国会的总质询。面对立委四修议场，黄国昌强调，会按照议事规则，若韩国瑜发协商通知，一定会派代表参加。保军机是表示，总质询时间会到暗时12点，画下立委唔通占领主席台，让大家好好开会。看到议事阁限制空棒，行政长杜英泰表示，准时到立法院履行责任义务，希望党团甲韩国瑜沟通顺利，准时到立法院来履行我们的责任跟义务。他已经要跟韩院长去做一些沟通了，我们希望沟通能够顺利。这两个公投案子是否符合这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要件？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这一点呢，是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内公投禁护日后引起争议，中选会表示，这是第一摆立法院依法交付公投，有真侪法律适用依据，爱国党共同检讨。李进勇也反驳外界质疑中选会可能严审公投案的风声，强调中选会独立机关一切依法行政。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牵涉到诈骗案非法查对告主的案件，这个月2日呢以50万交保。地检署控告了后，花莲地方法院2日下晡重新开庭，来确认讲敢有需要搁再改羁押。经过4点外钟的讯问，法院最后宣判可能有串通口径的嫌疑，裁定羁押禁见。拍谁？今天有信心吗？谢谢。涉嫌伫花莲罢免案非法查对告主的花莲县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2日接获50万交保，不过因为地检署控告了后，花莲高分院2次裁定撤销羁保，2日地法院庭开羁押庭，明良真予人收押禁见。有什么想说的吗？会不会觉得比较不公平一点？消息传出了后，当日开议的花莲县议会嘛临时动议问县政府，是毋是应该对予人羁押的民政处长做调查，还是停职？若是继续任用，敢袂对花莲县政府的形象造成伤害，甚至影响后续的罢免各阶段进行？这些人都是你们花莲县政府的人，不错，但是他委托的职务不是我花莲县政府。所以你现在连停职什么你都不能回答，然后这些人还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你说你们还可以行政中立，我觉得交给民众公平。花莲地法院表示，因为考虑被告也是民政处长，各有相关业务，恐惊有套口径的顾虑，所以到尾也是裁定羁押。明良真予人羁押，是毋是会予人停职？县政府表示，爱听候地方法院裁定书了后，再来决定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电价审议委员会考虑到国际关税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将可能引起国际经济和物价波动。国际4月电钱无要起，审议会也建议讲会请这经济部尽全力来争取立法院支持半部台电的预算，来健全台电的财务，还有未来营运。第5年的电价审议委员会2日下晡开始，经过电价审议委员会2点外钟的讨论，考虑到国际关税变化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有可能会引起物价波动，就要以强势国国际这摆电价无被调整。因为111年跟112年国际的燃料价格的大涨，主要推升台电公司累计亏损达到4229亿元。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在有健全的财务体制，若是能获得这个拨补，当然有助于台电公司的财务结构的这个健全。目前台电的财务状况负债比是高达93%，到去年亏损金额加起来有4229亿，预估今年有可能亏损500亿。经济部要求台电要对经营面开源节流，台电会透过精进燃料采购策略，调升线路设置费的收入，销售低碳电力 RE30和帮地活化这方向来拍拼。台电预估在2025透过RE30这个措施去销售差不多是5亿度
左右的绿电，跟台电公司在核算说它开源节流的方案亏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预估可以减少超过168亿左右。台电表示讲，过去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燃料成本是大大提升，为了照顾产业民生，台电吸收金额是高达6000亿，上台电做通膨挡土壁的角色。放眼国际，以日本和法国来看，过去补贴电业的价数拢超过5000亿以上，但是 CPI 年增率同款是破3，一直拢真悬。当来看台湾，因为得到半补自体电钱的起伏敢若7%，比日本、法国更较低。2023年 CPI 年增率2.49%，表示半补对稳定物价有作用。是不是能源政策的错误，然后造成所谓的电价的大涨？不管是核电占比比较高的国家，法国跟韩国，我们不管是在民生跟工业的电价，都远少于核能占比比我们更高的这个国家。台电讲，针对后半年的电价审议会，赶快会提供成本予委员参考。经济部是搁一摆话话，希望会当得到立法院的报告，才会当帮助台电财务的结构健全。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进前表出公务人员防霸凌出来行底路，今仔日公布修法草案，伫咧职安卫生法内面新增加这场霸凌防治机制专章，并确定机制这场霸凌，也规范讲，若准是最高负责人防认定是霸凌的行为人，上当会当罚到100万。希望立法院伫这个会期会当完成审议。劳动部4个公务人员拄到这场霸凌了自杀，引起各界注意。劳动部研究了后，决定伫这个安全卫生法当中，增订这场霸凌防治专章，加这场霸凌定义做劳工伫劳动场所执行职务，人员利用职务也是权势超过业务必要的合理范围，持续以冒犯、孤立也是侮辱的言辞行为，致使身心健康受害，并且有持续性。公布的项目包括处分的日期、违反的条文、违反的金额等等，让民众或者是说甚至想要寻求工作者可以了解这公司的安全卫生过去的记录到底好不好，同时也可以督促事业单位。这个草案特别强化内外部的调查机制，建立外部申诉管道，佮提高罚款上限5倍，也加刑事刑期，让人采罚的人拢应该公布罚款金额等，也明定通报机制。若是申诉人是最高负责人，佮当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上最当罚到100万。职业安全卫生法是没有这样的适用啦，里面很多都是制造业啊、石化业。以前的经验上，其实是直接把里面的条文，例如像过去这个不法侵害的条文，是直接抄在公务人员保障法或者是他防护办法里面。外界烦恼草案的内容纳入协调机制，协调无成功，再搁继续调查，恐惊变做烧圆汤。劳动部是讲部分霸凌的行为较无明确，考虑乌白告的可能性，会当行协调机制，毋过是以申诉人的意愿为准。若是这个草案无法度适用公务人员，劳动部是讲，考试院已经预告公务员防护办法，会予公务人员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昨通过这项重大给付，其中这无能添加品是头一摆列入来。另外，搁再调悬基层诊所的检测费和急诊相关给付，按算5个月推动。医界会是认为讲，这医疗总支出超过8%，政府再投入54亿，敢就会当来改善这久长以来问题咧。还有健保署就要制定相关的绩效指标。过去早产的红婴仔，清早因为出世的体重不够，大在保温箱内底，除了饲母奶补充营养，等到红婴仔的体重达到1公斤了后，真侪医生拢会建议讲，伫母奶内底加食品，强化早产的红婴仔因的免疫功能甲成长。即马健保署头一届通过，决定5月份开始，掺伫母奶内底的食品，健保会给付。母乳添加剂是比较贵的，每天都要，每一餐都要的东西，首次通过这个营养品来给付，对我们早产婴儿很大突破。掺伫母奶内底的食品，健保有给付的对象，包括出世的体重伫1800公克以下，或者是有新伫37礼拜进前出世的红婴仔，每一年差不多会有2200个红婴仔受惠，经费差不多是3400万。详时考虑病院收治高危险生产的个案较济，未来病院生产的给付会比较基层院所保障1点1块。自然产的生产在夜间跟假日，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30% 的加成。另外在健保的支付点数上方面呢，也比照跟基层一样的保障1块钱。另外，因为基层诊所的护理费是包伫咧诊测费内底，为了照顾基层诊所的护理人员，这个基层诊所的诊测费嘛会调悬。诊所当然乐观其成，因为现在护理师难聘，而且要高薪才聘得到。
但希望这个费用是外加的费用，而不是在总额内给付，否则只是吃整手的豆腐而已。现若急诊相关的给付有4大标准爱调整，包括调关急诊医护人力支付、甲调关急救责任病院甲护病房的支付，还佫有2道急救责任病院急诊加成，甲调关住院病床护理费。这个调整的措施按算5月份实施，会导致42亿4千万。今年政府在医疗总支出已经突破了8%，那至今又要投入54亿。针对这些常年的成额，是否能够透过一昧的砸钱就能够获得改善？伊该回护药健保署拟定相关绩效的指标，才会当让医疗体系发展更加健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今下晡呢，有一只载55名旅客金青3号客轮伫咧兰屿的开关港外口，有可能是因为这东北季风伤过强，甲这船陷一个歪曲，规只船就来跨山。海巡和港口附近的渔船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接这游客上岸。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兰屿的民众表示，讲今下晡3点，一只金青3号客轮对兰屿的开关港出发，要去到屏东的后壁湖，想袂到出去港无偌久呢。有可能是这东北季风伤过强，风影伤大，规只船去陷一个歪曲出来跨山。海巡和附近渔民接到通报了后，来进行救援，甲这游客接离开船。也那这只船呢，也已经脱去港区了。兰屿乡公所表示讲，有2个乘客来受伤，一个是去手夹受伤，也那另外一个是紧张甲胃痛。讲到这，逐年春天，拢会当看到这南路鹰、赤白鹰，这个肉后来飞过着台湾。最近伫咧高雄，就有民众看到讲有几万只南路鹰，规大阵飞伫咧天顶，看起来就亲像是条溪流共款，真壮观。高雄的这野鸟学会也讲，3月底到4月底呢，也阁有2个高峰期会当看到，若准备看就要把握机会。天色才拍破光，对高雄红山山轮看过去，一大阵的南路鹰飞伫天顶晒可怜。当年春天是闽禽要往北飞过境台湾的时间，伫高雄的半屏山、热带10号、红峰山等地区，拢会当看到规群的南路鹰伫天顶飞。这几天到高雄的鸟友观测到正万只的南路鹰经过。高雄市野鸟学会预估，今年的数量应该会超过2万。阮伫2013年有看到3-4万只，但是过来就一直落到差不多1万只以下，甚至是几千只。一直到去年、准年数量较增加，有破1万，去年差不多有2万几只呢。这款会飞过冬的闽禽，因为拢是规群的在行动，所以相当有观赏性。因暗时拢休伫树林，天拍破光的时开始往天顶飞，哪飞哪细可怜。数量一济时，看起来会亲像一支条共款。鸟友叫伊鹰条，野鸟学会讲，因嘛有甲国家自然公园合作，最近假日有安排志工带大家看鹰啊。南北走向就对啊。迄个瞭望台都伫迄个山的中遐，看出去会当看到这样群港。个潮汕的一部分，较北边会当看到蚵仔寮、新竹港、大田迄边，所以鹰啊，若对市区的南边遐飞过来，拄伫你的头前咧飞，有阵飞足近，拄伫瞭望台，伫你头壳顶安尼尔。台湾有真丰富的闽禽资源，正式记录的种类到35种，就连欧洲嘛干那40种。学会强调，鹰仔过境数量的减少会受风向气候的影响，所以唔是逐摆拢会当看到一大阵。民众爱把握这2个月会当欣赏到这款生态奇景的机会。记者柯嘉如罗维做高雄场报道。结合着 VR 的技术，台南市开发天高个防治活动课程，学生透过这浸水式的游戏，学习安怎切断炭病棒的来源。最近天气有变较烧热，这卫生局也呼吁大家呢，这物件若准会积水，就要改变好清气。4月开始，若准查到水汽出现，上重会当罚到15000块。学生身躯转过来转过去，咧找棒仔店要拍棒仔，刷来去甲氧气清好清气。这是台南市和顺国中联合国卫院国家网媒中心合作，开发一款创新的 VR 课程，透过虚拟实境，让学生伫游戏来学习防治天高级的观念。这项课程伫学校的社团旺旺社咧推销，对理论到实作，囡仔拢感觉足新鲜。我们会去路边看那些花圃，有些积水，就是特别容易成为滋生源，所以我们都会去拍照把它记录起来。用长柄刷把盆子旁边的虫卵都刷下来，之后再倒入面纱桶里面。拄囡仔拄细汉的到幼开始就爱做起，这是
一般的课本内底拢袂讲到的物件，这个伟爱的课程，互囡仔会咱伫一个较安全的所在来做学习。教育局讲，对106年，因就开始做天高级防治教育。目前全市有11间学校，像安尼成立防蠓仔的实验社团。和顺国中校长表示，课程初期设计是伫学校内教室会堂顶场景，后续会拓展去社区，要互学生做伙参与防蠓仔宣传。即阵天气渐渐烧热，卫生局统计，蠓仔卵数量有提升，平顶个月关4%。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是登革热主要的病媒蚊，幼虫喜欢生长在干净的水域，只要0.5公分高的水即可成为孵化的空间。那根据中心统计，病媒蚊滋生容器样态以铜钢瓮盆占了60%多，其次为帆布、大型塑胶袋等。若有积水，就要赶紧倒掉，无就惊正做拖病蠓的温床。因一礼拜内会当生大量的蠓仔，会提升天高级传染的风险。卫生局嘛提醒，对4月初开始，若查到水处，会以罚款3000到15000块。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咱台湾的传统建筑除了这砖仔厝、土角厝，也有一种叫做竹公仔厝，因为竹仔属方便起厝，是袂少人会选择的建材。日本就一位这建筑史的学者，对2012年开始调查，伫咧中华宝岛行大调查这竹公仔厝的发展历史，要来探讨着这竹仔甲在地生活的关联。竹仔是台湾早年真接使用的建材，像这间竹公仔厝，过去伫宝岛满街路拢是。日本建筑史的学者奥伊阿基希多，2012年开始调查宝岛竹公仔厝的发展历史，嘛受地方团体邀请来甲民众分享伊的观察。地震に壊れにくいって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水害が起きても安いので再建がしやすいっていうことで、北斗みたいな豊かな都市でも町屋が竹で作られてた理由っていうのはそのあたりに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竹跟我们北斗街的一些产业跟建筑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联。你生活在北斗的地方，能够了解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的过程这样子。根据后伊阿基希多的调查，过去南投竹山会甲抄落来竹仔绑做竹牌啊，因东路溪放竹仔，甲竹仔卖去宝岛，嘛因为宝岛伫溪水边，搞做大水，竹仔正做俗佮好用建材。但是竹仔厝歹保存，加上197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大家开始起红门土厝，目前伫宝岛敢若剩10多间的竹公仔厝。宝岛吼，而且竹公仔厝的发展吼，会当讲伊就是吼较俗吼，过来就是会较凉吼，会当讲这代表着宝岛过去厝的这个进展。其实每一个时代，伊拢有真重要的历史背景。迄拢是一个真好的艺术的对。后伊阿基希多表示，英国讲到台湾的传统建筑，大家拢会想到砖仔厝，无就是土角厝。但是竹公仔厝过去嘛捌大量出现伫台湾，研究者希望透过记录，互众人了解台湾竹公仔厝的建筑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后礼拜就是这儿童节啦，新竹市在戏国小特别伫咧校内举办拍通关的游戏，除了有各种趣味的活动，也有互这囡仔去到台顶展现才艺，甚至有老师呢是带这1年啊、1、2年啊的囡仔呢去到台顶，拿唱台语歌、拿跳舞，大家做伙来提早庆祝儿童节。囡仔唱跳台语歌，台下观众也对咧大声唱，甲老师教的台语透过活泼的方式表演，予大家看。老师也利用机会用台语甲大家互动。学生讲，学台语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一定落来看看白，世界玲珑色，西过茶边，西过山地，因要去找一间厝。爱有电视甲电话，我感觉台语足趣味的。平常时拢甲谁讲台语？阿哥阿嬷，细汉就开始是讲台语。拢甲谁甲你讲台语？阿公阿嬷。阿公阿嬷，伊拢甲你讲啥？阿公阿嬷。你食饱未？还佫有熬早。
有台语表演，还有囡仔上台展才艺，包括迈奥林、跆拳道，还有舞蹈表演。这是新德市在戏国小儿童节活动，决定中有笑声，也有台语声。咱是希望讲伊日常生活中，佮足自然会讲出台语。其实这节目只是咱32个节目之一尔。这节目吼多才多艺，会使看出囡仔吼会变魔术、跆拳道、街舞，足侪啦。这足侪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出学生足用心的准备。校长指出，即卖学生平常时读册确实真辛苦，希望透过一年当中的儿童节，让囡仔伫咧校园内耍几工，有一个充满快乐回忆的儿童节。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教育部对去年开始宣布，把这闽南语正名改做台湾台语了后，今年大专基本竞赛是头一届使用台湾台语来做语言类别的名称。今年总共有69个得奖者，台语组就占17个。有学生表示讲欢喜看到台语总算正名，也学生表示讲透过基本竞赛认捌到台湾文化和台语世界。这个鸡母狗啊是安怎来的？古早时代，因为咱的先民真善巧，过年过节的时阵无先礼通好拜拜，所以用这个村落来过节，甲变做先礼模样。台语演说的参赛者用家己的生活经验来分享台湾的文化。大专基本竞赛已经办到第4届，113项年度的比赛已经在3月初9结束，隆重分动台语演说和静态的作文2种。教育部第2届办颁奖典礼，台语演说的得奖者分享讲，家己是团部学系的大学生，因希望未来通甲台语用伫咧新闻专业。当然是希望讲会当运用我即个传播的即个知识，啊，还有可能讲未来去新闻的产业吼，希望会当用台语来传承咱的文化。因若静态的作文项目，有得奖者讲，家己细汉时头届知影罗马拼音通写出伊的母语，互伊真感动，嘛自安尼当一台语书写的世界。事实上，今年嘛是大专基本竞赛头届甲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得奖者表示真欢喜看到台语总算正名。台湾的台语跟中国遐的闽南语是无共的，因为伊已经有伊家己的姓名。伊已经有伊家己的文化伫内底，所以我感觉台湾的台语应该叫做台语。另外，嘛有得奖者用参加大甲妈的经验来写作台语作文，互伊调整。伊表示，基本竞赛题目渐渐偏向生活化，伊嘛希望未来台语的使用环境通愈来愈侪。基本上的趋势拢是搭生活化有关系，应该嘛是搭现处时的迄落辛苦工有关系，因为即摆辛苦工是有自发、互动、共好，啊用咱的生活化会当应用来学习。大专基本竞赛包括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和华语，今年拢总69位得奖者，台语组是占17个。教育部表示，得奖者除了有奖金，未来嘛有优先的机会通到台语台、原民台、客家台实习。希望鼓励学生加用各家语言来思考和创作，让这些语言通恢复生命力。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报道。为了要让囡仔有全台语网界环境，台中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呢，对2017年开始设一个网站，号做台湾台语网架网，推动到今已经有21部的台语网架咯。这届推出的作品号做《绿花少女》，希望囡仔对电影当中唔那学台语，也会当学习到尊重无共性别的声音。今日甲爸做伙来驾车。哦，足好笑的，经过543，我笑到要冰车。网架当中的查某囡仔自细汉就想要和老爸共款做消防员，不过迄个年代是1932年的美国，当时社会并无允准查某囡仔做消防人员。这出网架电影《绿花少女》就是咧讲这个查某囡仔的故事。翻译这项电影的老师讲，这届翻译台语甲台文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要安怎甲英语翻做倒带台语词。英语内底，因爸爸问伊讲：“你敢知影啥那要叫 fireman， 你是 firewoman？” 啊，我就想着讲，咱台语有一个叫拍火兄弟，吼，嘿对，我就甲翻做讲，啊啥那你敢知影啥那人拢讲拍火兄弟，无人咧讲拍火姊妹。台中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对2017年开始设一个台湾台语网架网的网站，负责推动的教授表示，对2017年到今已经推出来21项的网架。这届会选择《绿花少女》这出网架来做翻译，是因为故事内容嘛讲到现代上注重的性别议题。咱的教育的课纲吼，有一个叫做19项议题啦。这19项议题内底吼，伊中有一个议题是性别。
要有一个议题是防灾。咱这边影片拄好咧讲性别甲防灾观念。听教授表示，台湾台语网甲网累积作品愈来愈多，一定坐甲会当分适合的年岁站来看。有幼稚园、国校啊、国中、高中无共年岁人适合看的网架，希望会当替台湾的囡仔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网架环境，看网架学母语。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14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阳金马马祖对12度到21度，也过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